吸引人才措施，退還印花稅同提供即時寬免。為咗吸引更多合資格外來人才嚟香港發展，香港政府推出咗一系列稅務優惠措施，其中包括退還印花稅機制，俗稱先徵後退，旨在減輕合資格外來人才喺香港置業嘅稅務負擔，從而提升香港嘅競爭力。退還印花稅機制嘅適用條件，購置物業嘅時間喺2022年10月19日至2023年10月24日期間購買一個喺香港嘅住宅物業，持有有效簽證，喺購買物業時必須持有指定輸入人才計劃下發出嘅有效簽證，並且喺香港冇擁有任何其他住宅物業。繳付印花稅，已就購買物業嘅相關文書繳付買家印花稅及按第一標準第一步繳付從價印花稅。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申請退還印花稅時，必須已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並且仍然係香港永久性居民，仍然係有關物業嘅實益擁有人，唔係任何其他香港住宅物業嘅買賣協議中嘅售賣人。該買賣協議須喺取得有關物業嘅日期之前訂立，並且未獲履行或者尚未完成。物業嘅實益擁有權，除咗申請人、受指明輸入人才計劃涵蓋嘅其他共同買家同佢哋嘅近親外，冇其他人係有關物業嘅實益擁有人。申請次數限制，合資格外來人才只可以喺指明限期內就一個住宅物業申請退還印花稅。如有興趣了解更多，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士奇。